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在地新闻》，我是徐庆莹。今日是新历4月初2，拜五，旧历是2月7，看起来为农民来看，唔是什么好日子。甚至开始来关心一个互人心情较沉重的消息。台铁又搁发生重大的事故。台铁台北国号为树林驶过台东的曙光拍出这个车厝呢，伫中德到河仁大清水崩坑败马，第3站到第8站的车厢拢卡伫崩坑内。到目前为止，上少已经有48人无命，118人送去病院急救，警消人员目前也有伫抢救。 台铁泰鲁阁车厢卡伫咧崩坑内底，头前车厢引起钱变形。这个为树林驶去台东的曙光牌车厝，伫咧中捷河仁东线发生出去铁轨路的事故。是有东西卡在铁轨是吗？我真不确定，因为我在一车感受到就是紧急刹车，然后车体错动，就这样，然后就停下来了。 今仔日下晝9點外，曙光北厝泰魯閣火車弄到一台黃色的鋼釘車，車廂規個變形，車頭嘛扣下一大塊條，姓袁的司機當場死去。因為現場真亂，車廂內底規個暗木木，乘客間來當用手機的手電筒來照，有的乘客無受傷，不過攏驚一條，真濟人攏是被同學們走出來。那我們剛好在車廂，剛好擠到我們那一個車廂。你們人都還好吧？ 我們還好，可是我們那個車廂受傷，也有人受傷，只是比較沒有那麼嚴重。根據了解，當時台鐵大清水路段當地咧做崩坑的工程，不過敢若施工的廠商工程車無停好好勢，火頂面出落去鐵軌路，但係證實是廠商施工的問題。即馬運安處當地咧調查，即馬發生事故的路段，趕快會當維持單線通車，詳細受到影響的人數含車幫的情形，即馬閣佇咧統計。